继续来看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回去北京参加一场民营企业的座谈会。来参加的人包括最近真出名的 DeepSeek 创办人杨文峰等等中国科技的头人。习近平在谈话当中放出支持民营经济信号，嘛反映出中国对经济成长慢，也佮有美国压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忧虑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一场民营企业座谈会，包括华为执行长任正非、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等人拢有来。随伫第一排，也有伫最近全世界正称的 DeepSeek 创办人杨文峰等各大中国企业的头家。习近平讲，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会当克服，企业对国家要有贡献。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。 一心谋发展，守法善经营，先富促共富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互人讲是史上规格上悬的企业座谈，是第二遍中美贸易战进前第二遍民间企业座谈会。就连因为批评中国金融监管得罪当局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也来。 有人讲 ，DeepSeek 是现代史普尼克时期，也就是苏联伫个冷战时代第一遍发射人造卫星。有学者也讲，美国就要超越任何游戏的思考，因为这么互相依存的经济有竞争，也有合作。 We're not living in the Cold War era of the binary rivalry. Interdependence was not a thing back then. And now with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all the interdependence that we're seeing now, for example, the TSMC chips, I think just adds a layer of complexity to the story. 学者也警告，无应该直接摕历史来甲即马做比较，因为冷战时代甲即马世界网络发达是差真多。也有学者认为，中国的人工智慧能力已经赶上美国，更加无应该切断甲中国科学家的所有合作，顶多应该甲因合作，才有法度伫咧竞争的时阵走更较近。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。